講起埃及，你以為金字塔就係全部咩？咁就大錯特錯。真正令全球震驚嘅終極寶藏，其實深埋喺距離開羅700公里之外嘅神秘帝王谷。呢度唔單止出土過最奢華嘅黃金法老，更加纏繞住傳說中世界最強嘅死亡詛咒。呢場奪命禁忌到底係真有其事，定係一個驚世大謊言？今日我哋就直接撇開帝王谷背後嘅驚人真相。帝王谷係古埃及新王國時期，公元前1539年至公元前1075年，法老同貴族嘅皇家陵墓區，有啲似中國嘅明13陵同清東陵。喺500幾年嘅時間入邊，法老們就喺尼羅河西岸嘅石灰岩峭壁上面開鑿墓室，用嚟安放佢哋尊貴嘅遺體。同時呢度仲建有好多巨大嘅柱廊同神廟。帝王谷嘅官方名稱係 The Great and Majestic Necropolis of the Millions of Years of the Pharaoh, Life, Strength, Health in the West of the Bees， 意思就係位於底比斯西部，屬於千年法老嘅巨大而宏偉嘅墓地，生命、力量同健康之地。當然一般就簡稱做 Valley of the Kings， 帝王谷。呢度埋葬咗60幾位法老同妃子，其中包括塞提一世、拉美西斯二世等等歷史上最出名嘅法老。法老陵墓嘅編號係 KV， 全稱係 King Valley， 由 KV1 拉美西斯7世到 KV64 尼克美斯貝斯特。呢啲陵墓基本上係將成座山脈都掏空咗。WV 就係旁邊嘅皇后谷，專門用嚟埋葬女法老、皇后同公主。法老們喺安葬佢哋嘅木乃伊嗰陣，可以話係極盡奢華之能事。但呢一切喺古代盜墓賊眼中，誘惑實在太大。嗰度每一座陵墓入邊嘅財富數量，都遠遠超過最貪婪嘅人所能幻想。而且帝王谷嘅法老陵墓非常集中，原本目的係方便集中看守，但喺埃及戰亂時期，反而正正方便咗盜墓賊。有啲法老嘅陵墓關閉唔夠10年，就已經俾盜墓賊挖開。所以喺接近3000年嘅時間入面，帝王谷60幾座法老陵墓幾乎全部都被盜。一批又一批盜墓者將呢片山谷翻咗一片又一片，目的就係搜尋剩低嘅寶物。好多重要陵墓甚至已經俾人反覆盜取咗上百次之多。喺古代埃及尼羅河西岸嘅盧克索，簡直就係盜墓賊同古董收藏家嘅天堂，亦都係世界著名博物館兵家必爭之地。所以帝王谷嘅陵墓大多數都空空如也，只係剩低石製墓室同精美壁畫。不過幾千年以嚟，呢啲墓室嘅牆壁上面留下咗幾千個塗鴉同簽名，大多數都係希臘文同拉丁文，有啲仲係盜墓賊留下嘅。最早嘅一個塗鴉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78年，所以到此一遊呢種壞習慣真係古今中外各個時代都大有人在。最早關於帝王谷陵墓嘅考古記錄係喺公元前100年嘅古希臘時期，當時已經發現咗47座法老陵墓，但保存完好嘅只有17座，亦即係話喺2000幾年以前，帝王谷其實已經被盜取咗大半。直到19世紀末，帝王谷先開始由官方提供保護，但到咗呢個時候，陵墓基本上已經被盜得七七八八，官方亦都只係開放其中幾個法老墓室俾遊客參觀，剩低大部分都只係提供俾研究人員作考古用途。喺20世紀初，亦即係1902年至1913年，美國探險家西奧多戴維斯獲得咗帝王谷嘅官方挖掘許可，佢發現咗幾個未被挖掘嘅非皇家陵墓，但入邊冇特別多文物。佢最想揾到嘅其實係未被發掘嘅法老陵墓，但直到佢去世都冇揾到。之後卡那豐勳爵獲得咗帝王谷嘅開挖特許權，佢聘請咗霍華德卡特帶隊勘探，而呢位霍華德卡特之後就喺帝王谷有咗一個驚人發現。霍華德卡特係英國著名考古學家，亦都係英國研究埃及學嘅先驅。1890年，佢16歲嗰陣就已經去咗埃及，成為當時著名考古學家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嘅助手，因此佢喺埃及考古界都有一定知名度。於是喺1917年，卡魯豐勳爵出資俾佢，邀請佢帶頭挖掘帝王谷。卡魯豐勳爵當時嘅目的就係尋找歷史上一個叫做圖坦卡蒙嘅法老陵墓，傳說佢嘅陵墓擁有世界上最華麗嘅寶藏。呢位法老喺歷史上幾乎冇乜記載，甚至好多人大多認為根本唔存在呢位法老，亦都冇任何盜墓賊聲稱揾到過圖坦卡蒙嘅任何文物。但係經過5年發掘之後，卡特團隊仍然一無所獲。卡里豐勳爵忍無可忍，佢同卡特講，只係剩低最後1年嘅挖掘時間，如果仍然冇任何發現，資助就會被終止，挖掘亦都無法繼續。眼睇嚟到1922年11月，距離最後終止時間只係剩低1個幾月，卡特嘅考古隊終於有咗重大突破。佢哋挖開一處峭壁之後，發現咗一段通往地下嘅石階，前方似乎被掩埋住。
卡特預感呢一定係一條隱沒喺地下嘅階梯嘅一部分，於是隔日繼續小心翼翼咁挖掘。果然，石階通道嘅盡頭係一道石門，石門上面嗰條3000年前嘅麻繩封印證實呢係一座未被人發現、由法老王建造嘅皇室陵墓。卡特即刻通知卡納豐勳爵同佢個女去到現場。之後，卡特喺石門上面開咗一個細窿，將一支蠟燭伸咗入去，燭光照亮咗成個墓室。卡納豐勳爵問卡特有冇睇到啲咩？卡特回答話有，入邊有一啲非同尋常嘅嘢。最後卡特證實呢座陵墓就係傳說中嘅圖坦卡蒙墓，係帝王谷3000幾年以嚟唯一一座冇被盜掘過嘅帝王陵墓。呢座陵墓出奇咁細，一啲都唔似一座法老陵墓，總共只有4個房間，大小就相當於一個冇廚房同廁所嘅3房1廳。呢亦都有可能係圖坦卡蒙陵墓喺3000幾年時間入邊都冇被盜墓賊發現嘅原因。因為規模實在太細，走廊盡頭就係大門，打開之後就係前廳，前廳後面係一個雜物廳，右邊係墓室，墓室下面就係寶藏間。即使成座陵墓唔算大，但入邊就堆滿咗各種奇珍異寶。除咗地上嘅大型物件，仲有好多寶箱，入邊全部裝滿寶物。卡特同佢嘅團隊上報咗呢個發現，震動全世界。成座陵墓入邊每一件物品都經過仔細記錄同分類，之後先被移到開羅博物館。呢個過程花咗8年時間。最終確認嘅文物多達5000幾件，呢完全就係一座古埃及博物館。陵墓入邊最重要嘅就係墓室，墓室被打開之後，展現喺卡特面前嘅係一個巨大嘅金色櫃子，係用純金包住木質外觀。打開第1層之後，第2層係用純金玫瑰花結點綴嘅亞麻布，第3、第4、第5層全部都係金色箱子，一個套住一個，好似俄羅斯套娃一樣。第6層係一個用紫紅色石頭製作嘅內棺，上面雕刻住天使圖案。打開內棺之後，先見到真正嘅法老人形棺棺。呢個人形棺棺亦都有3層，第9層就放住圖坦卡蒙嘅木乃伊。成個黃金外棺同內棺一共用咗110公斤純金。喺打開最後1層之後，所有人都驚呆咗。佢哋見到嘅係一個戴住黃金面具嘅人形棺卓。呢副黃金面具精美到難以形容，用咗10公斤黃金同各種名貴寶石。眼睛係用黑曜石同石英，眼眶同眉毛係用青金石，其他部分就用綠松石、紅玉等等嘅寶石生嵌而成。因為要考慮到可以永久保存，所以冇使用任何染料，而係用黃金同天然寶石，咁樣就唔會褪色，可以令呢個面具永遠望落都好似全新一樣。面具背面一樣精美絕倫，背後雕刻住埃及象形文字，內容係死者之書，講到埃及神奧利西斯嘅降臨。呢副面具同圖坦卡蒙本人嘅相貌一模一樣，而且面具上有一塊細微傷疤啦，並唔係製作工藝問題，而係法老塊面同一個位置亦都有一塊傷疤，幾乎係完美還原咗法老嘅面貌。黃金假面估價喺1兆至10兆美金之間，係世界上估值最高嘅文物，呢相當於目前全球 GDP 嘅1/7，亦都說明咗呢個面具具有非凡價值，根本唔可能被拍賣或者出售。除咗呢個黃金假面之外，棺材入邊仲有2把黃金匕首，一把係純金打造嘅匕首，另一把係金餅鐵印。呢把金餅鐵印嘅匕首價值非常高，因為喺當時埃及人仲未識得冶煉鐵，亦都冇鐵製品器物。咁呢把匕首上面嘅鐵就係來自鐵隕石，因為呢把匕首嘅鐵同當地喺哈里傑祿州附近發現嘅隕石有住類似嘅金屬比例，包含鐵、鎳同鍍3類金屬，所以呢把匕首可以話係一件天外來物。其他重要物品仲包括一對圖坦卡蒙嘅黃金拖鞋，非常輕薄，用嚟存放圖坦卡蒙心臟嘅雪花大理石雕像罐。呢個雕像其實係一個平率，一共有4個，但呢個雕像望落明顯係女性。至於點解會係咁，我哋後面再講。圖坦卡蒙嘅黃金獵豹陪葬長椅，呢張長椅係2隻獵豹嘅造型，用灰泥製作，再貼上黃金，做工非常精美。尤其係獵豹頭上面仲有2行由藍色青金石製作嘅淚痕，表達咗對圖坦卡蒙嘅無限敬意。圖坦卡蒙嘅金床採用烏木框架，之後再喺上面鍍金，係圖坦卡蒙生前用過嘅物品。上面係用棕櫚藤編製嘅床墊，幾千年之後仍然有彈性。圖坦卡蒙嘅黃金座椅，椅面上鑲嵌住圖坦卡蒙同正幫佢身體塗油嘅妻子安卡莎拿曼。喺當時棺材旁邊仲有一束早已枯萎嘅鮮花，呢束鮮花就係安卡莎拿曼對圖坦卡蒙愛意嘅表達。呢束鮮花亦都係穿越3000年對無數單身狗嘅致命暴擊。據講，卡特同卡納豐勳爵喺打開圖坦卡蒙墓之前，曾經見到墓室外面一個龕，上面寫住令人畏懼嘅詛咒：死亡之翼將降臨喺嗰啲膽敢打擾法老沉睡嘅人身上。而卡納豐勳爵喺進入圖坦卡蒙墓幾個月之後，就突然暴病身亡。
有人就覺得呢係冥冥之中對不敬神者嘅報應。唔耐之後，卡那豐勳爵嘅兒子喺同一年死喺房間入邊。佢曾經作為卡特嘅助手參與發掘，呢件事一度令到發掘工作停滯。重新開挖之後唔耐，卡特嘅合作夥伴梅斯亦都死咗，令法老詛咒嘅傳聞去到頂峰。一啲報紙開始大肆渲染，講到好似圖坦卡蒙嘅詛咒真係顯靈一樣。後來參與挖掘嘅22個工人都相繼死亡，呢個詛咒講法就越傳越廣。但係當時嘅卡特係堅決反對詛咒講法，因為佢自己先係最深入參與呢個挖掘計劃嘅人，連墓室嘅封牆都係佢親手敲開。如果真係有詛咒，咁佢應該係第一個被詛咒嘅人。而當時卡那豐勳爵本身身體就唔好，埃及炎熱嘅天氣亦都加重咗佢嘅病情。卡特仲講，佢嘅夥伴梅斯長期患病，喺挖掘未結束之前已經返咗英國養病，所以佢嘅死亡亦唔算意外。而參與挖掘嘅人員接近100人，挖掘時間長達8年。考慮到當時嘅醫療條件、人均壽命同埋挖掘現場炎熱嘅環境，有22個人喺8年時間入邊死亡，其實亦都算合情合理。咁圖坦卡蒙究竟係點樣身亡嘅呢？史學家曾經推測佢係被人暗殺，或者係被毒害。畢竟佢係埃及歷史上最年輕嘅法老，18歲就去世。但係圖坦卡蒙嘅木乃伊經過 CT 掃描之後，發現佢頭骨完整，身體亦都冇其他傷口，所以排除咗佢殺。不過就發現佢左腳有先天缺陷，呢係因為埃及皇室近親通婚造成，所以佢長年都要捉住拐杖。墓室入邊亦都有好多佢生前用過嘅華麗拐杖，壁畫上邊亦都有佢捉住拐杖嘅場景。之後又發現佢左腿有複合型骨折，死亡嗰陣仍然未痊癒。佢好有可能因為左腳唔好，喺一次活動入邊跌倒，折斷咗大腿。再加上佢本身有嚴重哮疾、癲癇等等多種疾病，令佢左腿骨折之後引發併發症，最後英年早逝。所以呢位年輕法老生前其實經歷咗非常痛苦嘅一生。一般嚟講，喺埃及法老陵墓入面，前廳左邊係墓室，呢係男性法老嘅傳統。但喺圖坦卡蒙呢度，墓室就喺右邊，亦即係女法老嘅結構，有啲似我哋講嘅男左女右。當時前廳打開嗰陣，成幅牆壁都被塗上咗粉紅色。對於一個男性嘅喜好嚟講，確實有啲唔太正常。仲有一啲文物好明顯係女性化嘅，例如嗰個裝住圖坦卡蒙心臟嘅雪花石雕像，望落明顯就係一名女性，同黃金假面嘅形象差別好大。更加重要嘅係，圖坦卡蒙嘅黃金假面上面耳垂位置仲有一個耳洞。呢一般係埃及女法老佩戴耳飾留低嘅，而圖坦卡蒙嘅木乃伊上面耳朵位置卻冇耳洞。如果話黃金假面連法老面上嘅傷疤都要復刻，點解咁明顯嘅耳洞反而唔復刻呢？但面具嘅形象又確實係男性，所以關鍵嘅地方就嚟啦。呢個面具其實係由2個部分組成，前面罩可以拆落嚟。點解要設計成咁樣嘅結構呢？呢有冇可能係面具本來係一張女性面貌，而圖坦卡蒙嘅形象係後來先加上去嘅呢？講到呢度就要講一講埃及歷史上最神秘、最出名嘅女法老拿芙蒂蒂。拿芙蒂蒂傳說佢擁有令人驚艷嘅絕世美貌，亦係古埃及之中最有權力、最有地位嘅女性，堪稱埃及版嘅武則天。佢長得非常靚，係埃及第一美人，而且擅長養顏美容。而圖坦卡蒙就係拿芙蒂蒂嘅女婿，但係當時拿芙蒂蒂喺權力鬥爭入邊敗北，失去咗權力。由於佢生前得罪咗太多人，亦觸犯咗以男性為主嘅埃及貴族階層，所以佢有可能被草草埋葬。而呢座發現圖坦卡蒙嘅陵墓，有可能原本就係為拿芙蒂蒂修建嘅。而圖坦卡蒙在位時間非常短，18歲嗰陣就死亡，所以陵墓根本未趕得切修建完成。於是就將佢放入拿芙蒂蒂嘅陵墓入邊，再將原本為拿芙蒂蒂準備嘅黃金假面換上圖坦卡蒙嘅樣子。咁樣就解釋到陵墓嘅佈局、粉紅色嘅牆壁、可以拆卸嘅黃金假面，同埋一系列女性陪葬品。而拿芙蒂蒂嘅陵墓直到今日都仍然未被揾到。喺2015年，埃及宣布考古學家透過勘測雷達喺圖坦卡蒙墓室後面發現咗2個隱藏暗室，一大一細。其中大暗室同圖坦卡蒙嘅墓室差唔多大，入邊就有可能藏住拿芙蒂蒂嘅棺材。如果呢件事被證實，好有可能會成為埃及考古史上又一個重大發現。但係由於通往呢2個暗室嘅牆壁上面都有精美壁畫，所以無法直接敲開牆壁。如果真係咁，將會解開埃及史上一個巨大謎團。我哋亦都有可能親眼見證拿芙蒂蒂嘅絕世美貌。咁呢位歷史上其實冇乜作為嘅圖坦卡蒙，有可能真係沾咗呢位女法老嘅光。呢5000件文物入邊，可能大部分都係拿芙蒂蒂生前為自己準備嘅，但冇諗到最後竟然用咗喺圖坦卡蒙身上。但係亦都正正因為呢啲機緣巧合，我哋先有機會目睹到呢啲精美文物。
呢位女法老生前究竟經歷咗啲咩？冇人知道。其實真正值得關注嘅，並唔係咩法老詛咒，亦唔係呢啲珍貴文物，而係呢啲文物背後嘅故事。呢啲先係真正嘅歷史。就好似嗰束存放咗3000幾年嘅乾枯鮮花，喺我睇嚟，先係圖坦卡蒙陵墓入面最令人嘆息嘅嘢。因為任何珍貴文物，終有一日都會消失，只有真摯嘅感情唔會。